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心靈雞湯。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3個細小而深刻嘅故事，佢哋都係好簡單，但係每一個都可以改變我哋嘅人生，亦都可能帶畀你一啲力量。大家不論香港嘅聽眾又好，我哋住海外嘅朋友又好，我都希望你多多支持我嘅頻道。我叫 Toffee Boy，請訂閱我嘅 channel 啦。嚟緊，我哋開始啦。故事1：小小善意，意外地改變人生。一位居住英國嘅香港女仔喺超市出邊遇到一個老人家跌低咗，佢原本好趕時間嘅，但仍然都停低腳步陪住個老人家等救護車，喺度不斷安撫佢，叫佢唔使驚唔使怕。幾日之後，佢收到老人家嘅孫女寄咗一張卡嚟畀佢，裏邊寫住因為你，爺爺覺得世界依然有溫暖。當佢最失落嘅一日，呢張卡就變成咗佢嘅力量。呢個故事嘅寓意話畀我哋聽，善意從來不會白費。你一個小動作可能會係別人嘅生命中嘅光，世界會記住你嘅柔軟，喺某一日佢會慢慢回報畀你嘅。故事2：堅持的力量，決定你的高度。一位香港男仔啱啱移民到英國，佢覺得自己英文差，好難揾到工，一日寄10幾封 email 出去，但係都冇反應。但係佢冇放棄，佢每晚自己練英文、練面試、做筆記。不出幾個月後，佢得到自己第一份工，半年後仲做埋 supervisor。咁佢發現真正令佢走出困境嘅唔係能力，而係嗰句我唔認輸。呢個故事嘅寓意話畀我哋聽，能力可以慢慢提升，但係個心態先至係真正嘅力量。成功係由細碎嘅努力累積返嚟嘅，逆境唔係阻你，而係推你成長。故事3：社群嘅力量。當你最需要嘅時候就出現啦。呢個故事就係話，有一個住喺蘇格蘭嘅家庭，香港人嘅家庭喎，佢個孩子突然間病咗，爸爸媽媽手忙腳亂。隔離鄰舍得知道佢小朋友唔舒服，就主動過嚟幫佢照顧小朋友啊，同佢打點一切。甚至係啱啱落腳喺英國移民過嚟嘅朋友，亦都加入支援。佢突然間明白，原來一個細小嘅 community 唔係因為一個地方，而係有人願意伸出手嚟幫你。呢個故事嘅寓意話畀我哋聽，當你最脆弱嘅時候，最能看見人與人嘅連結。社群唔係血緣，而係同行。你並不孤單，只係未遇到願意幫你嘅人啫。喺3個故事裏邊，都係提醒我哋一件事：力量其實一直存在於最細微嘅地方。你的一句說話、一個念頭、一個選擇，都可以成為我哋人生中嘅轉捩點。你比自己想象中重要得多。如果你鍾意呢啲心靈故事，想我分享更多關於香港人海外生活、療癒同成長嘅內容，記得訂閱我嘅頻道 Toffee Boy Vlog。你嘅一個 subscribe 就係我繼續創作嘅最大力量。我哋下一集再見啦，拜拜。